眼角膜破皮。但我那时候就跟医生讲的时候，我就不小心太紧张，我讲太快，我说医生不好意思，我那个脚皮破皮要。好，来右边下面一点点，来正中间。其实哭倒还好，但最重要的是时间比较长，所以会想要换隐形眼镜休息一下之类的，然后就导致眼角膜破皮。但我那时候就跟医生讲的时候，我就不小心太紧张，我讲太快，我说医生不好意思，我那个脚皮破皮要怎么办啊？那医生就说脚皮吗？我想一下，后来才发现自己戴了时间久就会干了就会想要拿下来，然后可能在戴拖的那个过程中，就是会有点角膜就有点受伤。暴增多少人？原本3万吧，现在3.6，对啊，多了6000人，哇塞！不得了，还好。你只要一直夸奖他，他就会开始很害羞。你超棒的，真的哦。我没有在看男生女生的比例哎。私信啊，2位有没有狂粉？有一些很激烈的言论。狂粉。我好想去哦，有人问我说想结婚吗？就他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说。结婚吗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这样子，然后我就点开他的 IG 看，然后说，年龄好像有点差，先送。他说我现在这样很好啊，对啊，就是现在的状态这样很好，就是就随遇而安啦，就对啊，就是保持自己原本的样子啊，因为那个样子他说是好看的，这样。不需要刻意去迎合谁，或者是营造什么样子的样子，因为你们爱他就是爱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是吗？外面也很多粉丝。他们应该拍曾静华的啦。你在拍的时候，我现在演艺圈走下坡，我不知道你问他。你们有曾经在路上被跟拍过？我们上次吃烧肉。对啊，因为我有一听过，太过分了吧？对。那粉丝呢？其实他们好像就是先认出，不知道先认出他还是先认出我，然后就好像就有感受到，但是也不确定，因为在餐厅大家用手机就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，然后就被拍了这样。